那个谁，就是刚刚就是开会之前，包总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开完会以后赶紧过去跟他对一下那个资金表。包总找你啊？对。哦，那不能耽误。那就在这儿说吧。啊，你不是给他报表吗？来，我看一下。哦，那个你已经确认过了。再看一下，没事，很快的啊。哦，好。其实之前这个那个你是要看那个投影吗？那个投影这个就可以放。不，有点刺眼。哦。是哪个呀？哎，别动，这是你啊？哦。哎，哦，对。嘿，这是哪儿啊？这是我之前我跟我老公在那个内蒙古。哎，你别说，拍的挺好，是不是？哎，文件呢？文件在哪儿？来，你给我找出来。我自己来。来近点啊！谢谢。好，你看一下。啊，哎呀，做的真漂亮，用了大量时间吧？哎，特辛苦吧？还好，其实因为我比较熟悉这一块，所以其实没有花多少时间。其实我刚来的时候我就知道，你工作能力很强，有2个孩子，在高中是吧？对。你看，以家庭为重，我特别欣赏这个，你知道吗？我也是以家庭为重的人。但是你要知道啊，这人生吧，除了这个事业，还有更广阔的天地和更精彩的时间，你知道吗？你看，作为你的那个工作伙伴啊，跟你在一起相处的时间，比跟你老公相处时间还长呢，你知道吗？我啊，就特别欣赏你这样的工作伙伴，我也希望你呢，能信任我啊。好，一定好。对。你看看这个，如果行的话，我就。你知道吗？财务部都是自己人。对，我知道。我之前没有告诉你，我把你提上来，你知道我顶了多大的压力？你看Jenny小金多少人盯着，你得自己积极主动一点。你表现好，我可以跟你说话，你知道吗？你表现不好，我有劲儿都使不上了。你家里那么大困难啊，是这种机会不能轻易放弃，好吧？我下午啊见着包总呢，替我们的好好干啊。哦。大爷！哎呦，你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啊？我偷钱吗？这，不是，他正好打折，我是想俩男孩比较费，我就赶紧多买点。那你甭管了，我这不好放，那甭管了。放那边，放上面。哎，你这还办上工了？这工作还弄到家里来了？可以啊。今天晚上都得交，哎，一大堆呢。我不管你了啊，别动哈。你小破助理还挺忙啊，弄的。哦，我那个什么，我今天那个升成总监了，还比原来的提高了半级啊。干嘛呀？哎，干嘛呀？你这是犯禁中举了吗？啊，你这反应不对啊！你是不是有口浓痰要吐出来啊？你这升职怎么一点不见你开心啊？开心什么呀？这么多活儿都得我做呢，多少事儿啊！搞低调是吧？你想笑，你笑出来，想笑出来啊？是不是心里乐开花了？还跟我说怎么突然升上去了？也没突然，就是还是因为我能力强，有本事，力挽狂澜。本来2轮融资不是差一点儿就黄了吗？这我不是一出面啊，就
就摆平了呗啊！厉害了，我的童啊，可以呀啊！你就弄点好菜啊，咱们开个庆功宴今晚上啊！别折腾那些没用的，你把时间腾给我，我得把手上这些活儿给干完了，好不好？啊，事儿太多了。这样事儿多不怕，关键是要干得开心才行。哎，我还是很好奇啊，哎，媳妇儿，你怎么突然就逆袭了呢？没什么征兆啊。是啊，我也觉得挺奇怪的，突然就认命了。我还一开始还以为这助理得一干到底了，没想到真逆袭了。你这最近就是玩低调是吗？想笑笑出来吧？想笑你就笑出来吧。啊，我跟你讲啊，职场绝对是最后还是看能力，是吧？什么人脉啊、厚黑啊，那都是锦上添花的事。哎，对了，赶紧跟方一凡说早点回来，早点吃饭，今晚还得去见那个艺考那老师呢。哦，对，小梦找的那个是吗？啊，方一凡，跟你说啊，你今儿早点回家啊，咱晚上去见那个艺考老师去啊。我告诉你啊，那个小梦和乔卫东也去，知道吗？你到时候别给人甩脸子。我见他我说什么呀？你什么也不用说，我说，你就跟边上听着。哎，童姐，你犯不上为宋茜把自己儿子事儿给耽误了，知道吗？说的对，犯不上。对，为那个女的耽误自己孩子的事儿，不值当。行，做饭。你给我拿2瓶水呗。哦，好嘞。你怎么一喝还喝2瓶啊？你1瓶我1瓶啊。咱俩这以苏打代酒来祝贺一下童总监啊！我今儿真买了不少菜，这个我买了鸡腿儿，还有鸡腿膜啊，还有鸡翅，咱们来个百鸡宴，好吧？今天。阿姨，英子，哎呀，见到你好开心，快起来。阿姨，我给您带了我上次说的咸奶茶，海盐的，您快尝尝，看您在青海喝的有什么不一样。下次啊，你别再给阿姨带东西了，应该是阿姨给你买才对。哎呦，阿姨没事儿，这我给我妈也买了一杯呢。啊，你快尝尝吧。好好好，我就是想让您尝尝这网红的食品。来，那我挑战一下。好呀。快坐，英子。来，我帮你，您别累着。没事儿。阿姨，您快跟我说说呗，你这手术的情况好吗？我都快担心死了。啊，手术没事儿的，就是个小手术，微创，伤口都好的差不多了。那结果呢？结果还没出呢，别担心啊。那您结果出了，可一定得告诉我。一定告诉你。好喝，但这个它是带甜味儿的。我们那个青海的奶茶是一点甜味儿都没有。回头阿姨给你熬着喝，阿姨可会煮了。吃点水果和干果。我要是买了脏脏包一起配着这个奶茶喝就好了。下次阿姨来买。英子，你最近怎么样啊？阿姨，南大冬令营的报名表我交了，但是我是瞒着我妈交的。英子，你能告诉阿姨你为什么一定要瞒着妈妈呢？我也问过她，但是她不同意我离开北京。还有，我实话跟您说吧，我想去南大，也是因为想离开北京，想离开我妈。英子，你妈妈要是知道了你是这个想法，她一定是很难过的。其实，我也知道我这样做很伤我妈妈的心，我也很对不起她。
我就是想独自生活一段时间，哪怕只有大学这4年。我觉得我妈现在对我太过度的保护了，我这样我没有自己的空间，我没有自由。英子，作为一个母亲，阿姨想跟你说，其实呢，妈妈都不愿意错过孩子的成长。尽管你已经18岁了，就拿阿姨自己来说吧，我跟洋洋分开了那么多年，错过了很多洋洋成长的重要时间点，这其实都是阿姨心里面永远的遗憾。所以，阿姨其实是理解你妈妈对你的呵护的。你等一下啊。这套书送给你，谢谢。你看你那么喜欢宇宙，你应该知道地球是围着太阳转的，太阳系呢又是围着银河系转的，而银河系呢本身就在宇宙中飞驰。这宇宙中啊，每一个星体都是有它自己的位置，错过了就都回不来了。这好比就是我们的人生，你走过的路，经历过的事儿，不可能再重来一回。那您是不是觉得我这样做错了呀？我可以把报名表再要回来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英子，你别着急。阿姨觉得你肯把这个秘密这么坦诚地告诉我，说明你信任阿姨，拿阿姨当朋友，所以阿姨一定要站在你的位置上，好好的分析分析。这个世界上啊，本来很多事情都是没有绝对的对与错，所有的选择它都是相对的。在你这个年纪呢，重要的是要敢于追求自己的梦想，并且还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，不然那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呀？人这一生吧，其实挺短暂的，你不去做就会后悔。至于妈妈呢，我想以后你好好的跟她沟通，她一定会支持和理解你的，因为她是母亲。说点开心的吧。你上次发给我的那个歌特别好听，我躺在床上反反复复的听，我都会唱了。真的啊？我还录了呢。那我能听听吗？啊，不行不行，阿姨唱的太难听了。哎呀，我又不会笑话您，我唱歌还走调呢，听听嘛。你那么想听啊？那你不许笑话我。我发誓不笑话你。给你听一下啊，阿姨可喜欢这首歌了。阿姨听这首歌的时候，都感动的哭了。多想拥有在医院的时候吧，不敢大声唱。小树洞，悄悄地吐露成长的烦恼和美梦。我们还是听原唱吧，好吗？听原唱，听原唱，挺好听的。听原唱。多想拥有一个小树洞，悄悄地吐露成长的烦恼和美梦。干杯！干杯！每刻都靠右侧抱着枕头睡个够，不问枝头有谁在相逢。哎，你是怎么演小毛驴呢？嘎噔嘎噔的。你消停会儿啊！我今天真的不该来，真是不知道一会儿见人家说什么。童文杰，你是3岁还是怎么着？心智不成熟啊？那么说话还带反悔的？啊，跟家里不都说，搁家里边说的好好的啊？你这倒霉孩子，咋搁家哭的好好，这哭不出来了呢？来哭，现在哭，来1、2、3，哭，1、2、3，哭。
哭。别闹啊！你怎么还反悔啊？哎，小莫是介绍人，乔晓东也陪着来找这老师，咱做家长的不来，你觉得这礼貌吗？我跟他见几回面才见一回是好一回，都干了2次架了，我见他多尴尬呀！不管他怼了你1次还是你怼了他几次，是吧？一会儿你就当你是个哑巴，你什么都不用说，不就完了吗？我说，你就跟边上当一道具，在边上站着就完了。那他要主动跟我说，他主动问我呢？他要是主动问你，也是我说，你也什么都不用说，行不行？你就当今天是个哑巴，好吧？再者说了，你这么散不淡样的，人谁要问你问题啊？那行，你说的，今天晚上我一句话不说，我就当哑巴。哎，你说他这设计挺好啊，这是个玻璃的啊，我刚才看半天了。哎呀，你别给人弄坏了啊！老师来。啊，方一凡，你过来，我跟你说，一会儿老师来，你一定要谦虚点啊！妈妈提醒你，你别老师说时你就说我会，其实你什么都不会。咱们找老师就是要让老师看看你哪儿有问题，知不知道？哎，知道。咱们是来跟老师学习的，我就怕你等会儿老师一说什么，你这好家伙，我这个也会，那个也会，这老师可不容易请了，知道吗？哎，你不是哑巴吗？我跟我儿子说。行，知道了啊。方圆，来了，行，介绍一下啊，这就是我大学同学兰峰。你好。这是方一凡，叫老师好。老师好，我叫方一凡。哎，你给看看这孩子是不是这块料？哎，好。你站好了，你给老师转一圈。哎，不用。你看看身板啊，这外形挺不错的啊。平时都跳什么舞啊？啊，我什么都会跳，没有跳特定的舞种，都是在电视上瞎学的。哎，不过我学东西特别快，你知道吧？哦，谦虚一点。这刚说过他不谦虚。啊，真的行，老师这样，我给您跳一段，您看看行吗？哎，好啊。对，咱们这儿有音箱吗？我放上音乐。有，来吧，来。好。哎，小梦，不好意思啊，真是的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我这个人就是脾气不好，臭脾气。然后那个差评那事儿，我到时候我去找他们去，把他给赶过来。我这人脾气不好，也急。然后这个，抱歉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哎呀，童姐，你这说远了，这我都忘了。孩子事你就放心吧，交给我。是，感谢啊，这么费劲找了一个老师啊，我要是一点门道都不懂。哎呀，别客气。哎，啥时候学的这个？在哪儿学的？不知道啊。哎，你看他跳的真的挺好的。咱们这孩子跳得好啊！这孩子特别有潜力，这段表演特别的好，真的。你看气息这么稳，这边唱边跳一点问题都没有。哎，之前学过吗？没有，一点都没学过，也没报过班，也没请过老师，就是他自己在那儿瞎琢磨出来的啊。哦，了解了，底子好，天赋也好，有天赋啊。不过你有些动作呀，还是有点问题。你的动力腿和主力腿呢，还是不是很协调。然后呢，你的舒展还有你的摆动呢，还是欠那么点小意思。还有就是你的音乐上的节奏啊，还差那么一点得加强练习。对，老师说的对。你就是平时我们也觉得他有一些问题，但是不像您说的这么专业，就是这个什么主力腿啊，动力腿，真是专业，这老师。那当然了，我这个同学每年都送考生，录取率才80%。哦，这么高啊！80%，我们知道，因为我们上网查了一下，这个报录比很低的。就是我们也想跟你商量，因为的确是我们这起步太晚了，艺考也不太了解。哎，你说他报哪个专业好？唱歌怎么样？唱歌还行，挺好。他唱歌真的挺好的啊。我觉得唱歌跳舞都不错，是个音乐剧的好苗子。音乐剧是。哎，我听说过这个，我特别喜欢这个专业，是吧？那我就去考这个吧。这个音乐剧是因为我们也还是在网上看了一下，好像音乐剧这个招收的院校比较少，然后专业每年录取的人也特别少。你别着急，来，咱们换个地方，我给你们好好说一说。好，来，这边。你不是哑巴吗？你管着吗？谁让你一句话都不说？快，老师说，快点。
凡凡这孩子是真不错啊，跳得太好了。别客气啊，着实让我没有想到。啊，这随我，这艺术戏剧不都随了我吗？啊，就是看着不像你，不像我怎么还像你啊？你看啊，从长相到身材都像妈妈，嘴像你，是不是？我也觉得嘴型跟我的有点不是，贫，说话损。哎，其实我觉得英子啊，长得其实挺随我的，真的挺像我。报复心太强，你看一点都不忍。我跟你说啊，帮你找艺考老师这事儿，你可不能让宋茜知道。哎呀，我是抽风，我有病啊！我跟宋茜提这事儿。再说那童文杰跟宋茜俩人还僵着呢，还僵着呢。好，嘎嘎硬僵着，这动真格的了，这玩意儿。我跟你说啊，我都被连坐了，宋茜都对我没什么好脸色。那他俩平时关系不挺好的吗？这真这么塑料吗？这关系？这跟塑不塑料没关系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啊，越是那种好朋友、闺蜜，他俩人闹掰之后，那伤越深，越缓不过来。你就想想，有一天就说咱哥俩要是闹掰了，那且缓不过来的，没准老死不相往来，是不是？但是你说像小梦和童文杰这种就挺好，萍水相逢，吵也能吵，和也能和。嘿嘿，僵着也挺好，僵着吧还安全。啊？你怎么又惹祸了？我惹什么祸？两个妈妈僵着，两个孩子自然走不近，是吧？这样的话，我们家英子安全。你大爷瞧得动，怎么就安全了？你吃电话。哎，李总，哎，您说。好。哎，所以我就说看看啊。妈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哎呦，我马上过来。啊，没事啊。哎，我给你介绍的这个绝对的。哎，郭总怎么样？跟老师？啊，老师挺好的。但是我现在弄不明白了，这音乐剧啊就得学表演啊。哦。哎，他这个脚啊，磨了个泡。哦，磨个泡啊。啊。啊，对。他说这鞋不对，得穿个球鞋，对。对。老师说得穿个专门跳舞的鞋，这鞋不行。你先把那个鞋脱了吧，好吧？你先光脚，要不然泡不越磨越大。洗漱睡轻点啊。估计都睡了。睡了啊。哇塞，这点儿。快点啊，王一凡。哎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，好不好？这个老师啊，我觉得真挺靠谱的，挺专业的，要不然咱们就找他吧。行。但是他可不便宜啊。多少钱？1200。还可以吧？可以什么呀？1200一个小时啊。这么贵？啊，1200一个小时，他一次上课2小时，1个月上10节课，我算了一下，24000啊。听见没有？行，24000。行，你该付吧。我不，我还有笔遣散费嘛，就当是给孩子存了艺考的钱了。哎，可是方圆，我跟你说，这老师上课的地方挺远的，附近又没有地铁啊。要是坐公交车的话，还得绕路，得1个多小时呢。我送吧，反正我先免费带着，没事，我送。早上接，晚上送。行吧。这样的话，咱们后面就得忙起来了。既然艺考这是定下来，还得给他选学校，得给他查专业，还得给他准备这个报名表，这网上登记一大堆事儿呢啊！还有，我觉得你是不是抽空感谢一下乔卫东啊？毕竟因为他小梦的关系，这位老师给咱便宜了，要不然1小时更贵的。便宜多少？1小时300。哎呦，我真后悔，我学什么法律啊？我真应该当年就考艺术院校，现在当个艺考老师。跟你家教人说绕口令。行了，别净说这些没用的。哎，你饿不饿？那你弄点吃的去。随便点。手机都没电了。妈，你看我这裤子，刚才跳舞的时候开线了，你帮我缝一下。行，好，快去睡。你饿不饿？还不睡啊？哎呀，他裤子坏了，我给他赶紧缝一下。我觉着吧，我觉得要谢谢，还是应该谢谢一下小孟老师。
跑前跑后都是他跑的呀。要谢你去谢，我不去。哎呦，之前人跟你这都已经没事了，你不跟人都道过歉了吗？怎么又这样？我这不该给他道歉，我也没做错什么，要不是凡凡，我犯着给他道歉。我真的不喜欢这女的，特别不喜欢。这是怎么哪种女的？你怎么又不喜欢人家？你没看见啊？她今天喂那个什么男老师那个喂橘子，我看着烦死了。你也看见了？我看见，我没敢跟你说就。他喂那老师橘子是喂嘴里去。对呀，他手都碰到他那嘴唇了，哪有这么喂橘子的呀？这么下去，我告诉你，不是我咒乔卫东，迟早这女的得跟他分手。哎呀，这烦死了，传半天传。我给你传，哎，刘妈，你眼睛现在老花，可能看不见。我没老花，我这手上有汗呢。你眼睛没事吗？眼睛挺好的是吧？你瞧瞧，哎，可以啊，都是这话。哎，小莫老师，这帮了咱忙，咱还得脑补别人这感情生活，别人的感情生活跟咱没啥关系。跟咱们是没关系，跟宋茜不是有关系吗？当年乔卫东出轨把宋茜给甩了，宋茜心里多难过。现在好了，啊，恶人有恶报，这个小孟才把乔卫东甩了。哎，我想想还挺高兴的。哎，你们俩这吵得好像冤家对头似的。这怎么你替他高兴？哎，那天你喝多了，宋茜送你回来，你知道你什么表现吗？我说什么了？我喝多了，我对不起宋茜，我舍不得宋茜，我们俩多好的朋友，我怎么成了塑料姐妹花儿？我最不喜欢就是塑料制品了，什么塑料盒啊、塑料袋儿啊、塑料姐妹花儿。趁早，俩人赶紧和好得了。我不跟他和好，他这次要不跟我主动道歉，我绝对不会理他的。烦死了！这是你给我唧唧歪歪、啰里吧嗦，你看抽着手了。我看，你给我放，放了。没事，我给你煮面去啊。哎，以前的缝裤都是头上蘸头油，你知道吗？哎，童姐，蘸点头油。哎呀，季局长，张主任，哎呀，你们二位来的好早啊！想趁着上班前来看看结果，麻烦你了，张主任。不麻烦，都是我的工作嘛。怎么样？这样啊，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。昨天呢，我们也组织专家进行了会诊，检测结果是乳腺癌2A 期。乳腺癌什么意思呢？2A 期就是乳腺癌的早期。这个检查准确吗？这个检查结果，应该是有保障的。那玩意儿这个病能治好吗？让主任把话说完吗？乳腺癌早期啊，治愈率还是很高的。患者5年的存活率一般都在80%以上，预后一般都良好。所以呢，您只要积极配合治疗，不要有什么过多的压力。我们一定积极配合治疗。有没有什么治疗方案？我的建议呢，就是手术治疗，尽早的切除肿块，清除淋巴，这样呢可以防止扩散和转移。一定要手术吗？我之所以建议手术切除，因为这是最直接的一个办法。还有别的方案吗？如果病人有强烈的保乳需求的话，咱们也可以采取其他的治疗方案。你比如说前期的化疗啊，或者是靶向给药。但是呢，不管是化疗还是靶向给药，对患者来讲都是相当辛苦的，会有很多副作用，比如说脱发、恶心呕吐、食欲缺乏等等，这些你们一定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。那做完了手术就不用化疗了吧？
手术之后啊，还是有一定的概率需要化疗的，这个要看手术的结果来定，现在不好说。行，给我们点时间，我和我太太商量商量。好的，可以的。不过呢，作为一个医生啊，我都是要求你们一定要尽快的给我们答复，因为不论是给药或者是手术，时间都是宝贵的。好，我们一定尽快答复啊！好，您就带您太太去休息吧。好，谢谢张主任。好。哦，对了，在饮食方面呢，要注意啊，不能吃那些含有激素的东西，不要自己吓自己。好，我们先回了啊。好，慢走啊。再见，张主任。好。医生说咱不严重，咱们找最好的医院、最好的大夫，你什么也别想，好好休息，好好治疗，一定能治好的。一会儿别去单位了，直接回家吧。还是去吧。不管请假什么的，总得有个交代吧，不能一走了之。也行，咱们呀直接请长假，不管什么治疗方案，你都需要好好的休息。刚才张主任说的那2个治疗方案，你更倾向于哪一个？我要是做了切除的话，就不是个完整的女人了。你千万不能有这种思想负担，治病要紧。我觉得开刀好一点，我不想让你受化疗的苦。可是刚才医生也说了，就算是开刀的话，也还是有可能做化疗的。化疗会掉头发吗？没事儿，我们戴帽子。那洋洋就该发现了。静儿，没事的。我得癌症，从来没想过我会得癌症。不怕啊，不怕有我呢。咱们听医生的，好好治，一定能治好。要是治不好呢？癌症是不治之症，要是治不好，洋洋怎么办？不会的，真的不会的。医生给了我们治疗方案，一定没问题。可是化疗会掉头发，还有那么多的后遗症。洋洋要是发现了怎么办？我觉得呀，这件事情咱们不应该瞒着他。咱们之前和孩子的沟通的确有问题。洋洋是大孩子了，是个男子汉，是咱们家的一份子。他应该知道爸爸的辛苦，妈妈的不易，好的坏的都应该知道。不管发生什么了，我们都有义务告诉他，他也有责任承担一切，和我们，因为我们是一家人，对吧？没事，有老姐了啊。
子，恭喜你啊，终于可以去南大了啊！开心吧？开心吧？开心啊！但我就不知道我到时候怎么去啊？怎么了？害怕你妈呀？哎，你爸不是都已经给你签了吗？这就是生日的第一步呀！咱先别管那么多了，车到山前必有路。来，咱们俩录个短视频。这么重要的历史性时刻必须记录一下。哎，对，别，怎么？到时候被我妈看到，我不就凉了？你怕什么呀？我拿我的账号录，你妈肯定发现不了。Hello， 今天是我们小英子如愿的进入到了这个南大的冬令营，也是她迈入梦想的第一步。所以说，各位 baby 们一起为她加油呀！我想问一下，此时此刻的乔英子小姐有什么想说的呢？我想说，我加油，我努力，冲呀 ！OK， fighting，OK，呀，来，我先编辑一下啊，冲向宇宙第一步。好了，还不错哎，你俩干嘛呢？哎，方猴，你去哪儿啊？我上课去。上什么课？上专业小课。哎，行，不跟你俩说了，我爸在校门口等我，我走了啊，拜拜。拜拜。妈耶，清华还是你牛！哎，你说他们这些艺考生真好呀，白天学累了吧，晚上还能换脑子。其实也没那么简单，我都好几次了，大早上的我就看着王一迪跟我们小区楼底下练声呢，真是。看他们专业课也难，人也挺辛苦，那么冷还练。哎呀，我不说他们了。你今天晚上上晚自习吗？上吧，不用。今儿是不是物理老师答疑啊？我正好有几道竞赛题想要问问。这南大历代所有的竞赛题全都被我给下载下来了。行啊，正好晚上我也得答疑，咱一块儿吧。好了，走呗。我妈接了。喂，妈。哦，我快上晚自习了。什么事儿啊？等我晚上回去说不行吗？行，那我现在回去。怎么了？我妈说有急事儿，我得赶紧回去了。哎，英子。这是什么？你不是已经答应过妈妈不再骗我吗？这是什么？为什么又骗我呀？你老实告诉我，谁给你签字？是你爸给你签的吗？是。是你爸给你签的？不是他主动给我签的，是我去找他，求他给我签的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
报名截止当天。英子，真的是有本事了哈！你都已经交了报名表了，当天晚上我给你讲康阿姨的建议的时候，你还可以脸不红心不跳的这么骗我，睁着眼说瞎话的说什么考虑考虑，你还跟我说这个干什么？为什么？说呀，为什么？我都已经跟你说过无数遍了，我想去南京大学，这是我的梦想。可你听进去过吗？你从来没听进去过。我没听进去就我给你这么分析啊？我四处给你去求人。哎，你要是说你想好了，除了南大，别的学校都不能进你的发言，你告诉我呀！啊，我干嘛还要四处去给你打听啊？请人吃饭，托关系帮你问，我吃饱了撑的呀！我不敢跟你说呀，而且就算我说了，你能答应吗？我当然不能答应，那不就得了？